嗱，世紀末計息之後呢，另一個怪現象就係騙啦。嗱，我哋用戲劇嘅形式演出呢一場大家可能遭遇過嘅一陽指騙你術。話佢知，我會帶挈佢發達啊！你出生嘅年月日1956年3月10日，幾點鐘？好似上晝9點到。你喺屋企排第幾？我排第2嘅你有幾多細路哥，3個。我話你知，我一入到嚟見到你，我就已經知道晒呢啲嘢。你唔信？你睇下張卡，我有超能力㗎。哇，咁厲害嘅神通，當然令呢位經理呢大為信服。結果一般江湖睇上嘅伎倆一晒出嚟啫，就令到對方好似墮入五里霧中，伸手不見五指。哇，開始蒙查查、眼花花，墮入騙術嘅圈套。句句話都非常之啱聽，好似中咗催眠術一樣。你俾我咁樣望下，哦，你嗰個，貴人上嚟㗎，好好啊！其實呢位上士初初入嚟嘅時候呢，只係裝模作樣，根本冇喺卡上面寫上任何嘢嘅，直至問對方生辰八字嘅時候，先至利用戒指上暗藏嘅原子筆仔偷偷寫上去。由於視線嘅關係呢，經理根本睇唔到，所以深信上士有預知未來嘅神通，結果受騙。